过年时啊，大鱼大肉歹消化，加上落落病毒，这台北岛看急诊的人真多。统计初三到2500多人，其中有9成拢是落落病毒引起的。另加南台北往过年过恐惊，还有一波疫情，医生就提醒讲是爱接洗手，若是身躯边有人去吊病，有吐去抹着你的衫，建议是爱用烧水来洗过，搁甲烘互它。 新疆期间，总统赖清德在行春祈福的时阵，边仔公庙的处理因为挖着落病毒，直直咧呕吐。疾管署监测，建议期间台北岛有将近9成是挖着落病毒。医生讲，落病毒唔惊酒精，唔若用湿文洗手，嘛要注意抹着的衫裤。 受到那些呕吐物或排泄物和污染的这些衣物那要清洁的话，如果只是那种喷洒的次氯酸水或漂白水，绝对是不够的。医生讲，落病毒是非吐沫病毒，上惊抹着衫裤，差不多洗衫机洗长脱水，病毒留伫洗衫机内做，挖甲规处经，建议甲抹着衫裤分开，用60度的烧水洗长，搁用高温烘互干。 疾管署监测疫情，初三内流感急诊3000多人，比前一天减20.7%，走北急诊过2500多人，有较减过，有加开工了，可能会有一波疫情。国内南来北往我们亲朋好友都会有群聚，群聚之后，通常是1周之内。 如果说有任何的不舒服的话，赶快就医。说吃过什么呢？去过哪些地方呢？在哪个时间点呢？接触过什么动物啦？好，这些都要告诉医生啊。这个是有关境外移入传染病的部分的预防。疾管署提醒讲，若是过年的时阵出国旅行，2礼拜内底有无爽快的镜头，爱赶紧去看医生公开旅游史。有加呼吸道的镜头，甲走北的疫情，伫开工了，拢会可能搁再增加。 民众也是要保持接洗手甲戴嘴掩的习惯，才袂直接互其危害边仔的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